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年28月下注嘅客家轻新闻。这个电影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的轻新发展。电价以下呢，伫下注2点的时间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又要来宣布禁闭国内的轻新疫情呢。伫前几日的时间呢，因国内的亚类敦某干脆，咪就会亚类盘沙间，有通讲有一道阿兵哥官兵发生的群起感染事件。故说呢，以下呢就造成有众多民众主动讲台湾有可能会发生群起沙气毒风的群起感染事件。故说呢，以下呢指挥中心呢就继续伫追查一条敦某干脆嘅阿兵哥，确诊的阿兵哥夹到呢是许多奶，还讲呢以下呢清楚要求讲，以下呢延市政府未上忙伫做疫情调查韩国有小偷，以下呢就了解呢一条确诊的阿兵哥夹到呢总共有许多9位验尸哦，分别呢北部地区系对台中以北，仲系桃园啊、新竹、苗栗，韩国有台中地区，然后呢仲系台北市都会夹到是7个所在哦，还讲呢仲系南部地区，主要呢就係對嘉義以南，仲係嘉義台南、高雄、屏東亞嘅驗屍，一條確診嘅阿兵哥都有去過。而這裡看到呢，一個圖風呢，就係因高雄市長韓國瑜早晨嘅時節去到百貨公司，呢就係啲高雄前有名嘅漢神奇灘雞片來看小偷情形。昨晚有小偷呢，就一下呢就有聽講，有確診嘅阿兵哥佢啲新年15嘅時節，就有去到認證嘅上空解散過後，佢就有去到高雄東有名嘅松田夫區去昂街。故說呢，以下呢松田就係講換成其他鴉片，佢今日宣布嘅對草案部意思，第安部也8點30就會參前留給百貨公司關起來，我來進行小偷。還講呢，第26年的時間，咪就係第20，韓國有第21年會搶停做審理，我來進行全關的小偷。因為指揮中心所以繼續來追查，還有哪2人有確診隱患呢？一下針對有確診的人，一下呢除了為政府加到有去過內，韓國呢沒有來了解加到呢有同哪2人來接觸，一下呢指揮中心就有針對嘅。全台灣有20分3年，最講呢，佢啲前一步嘅有許多一條確診者是許多所在呢，一條所在嘅民眾呢，一下全國總共有20分3民眾會有許多類細胞嘅檢驗，會提醒係有可能同確診者都有許多嘅附近嘅所在係有可能會接觸嘅，都有會提醒我來自家做好相關嘅空間管理措施哦。跟住嘅換成其他呢，一下呢進行小偷隱患呢，一下呢一個就係高雄東有名嘅水鳳夜市嘅，其實呢個水鳳夜市，佢就係啲一個高雄換成其他家條係兩家標東區咯。一下呢沒有聽講有確診者有許多雞片流料，一下呢就指揮中心嘅了解，一個確診者有許多高雄東有名景點，所以換成其他呢韓國有水鳳夜市隱患，韓國呢從一個二太雙重啊，韓國有從一個好市道嘅泰順店對啲嘅附近呢，一下呢一個指揮中心韓國有相關店家都繼續來進行相關的小偷，希望呢威防一個以前有可能會俾一個官兵對上空帶下來車本其他民眾情形。咁呢針對呢國防部未來真係專案小組未來繼續來追查疫情，咁呢看一下因禁閉早晨高雄市來進行小偷的情形。高雄市就環顧以大洲時百貨公司看小偷嘅情形。有冇敢去車到偏嘅國軍體兄，被高雄多嘅蔬菜，連差唔多都起過，對大家盡小力，欺負來個防疫警戒。現在最重要就是市民朋友的健康，比什麼都重要。好，謝謝。現在所有的集中一切的力量，不管消毒這方面，還有包括這些百貨公司專業服務人員，他們自己本身的健康。水鳳夜市咪全面小偷，面對生理已經消費進度，下就確診案例是起過改片，膽頭小，未來生理會更來更唔好。但是為消息限要，本來講車道嘅20時間行動中有800人在高雄，一下就增加一倍。另外1例再歸到我們高雄市，所以我們高雄市就是有9例。這744位裡面有多少人？我們據了解大概有100多位。那這100多位的名單能夠給我們可以進一步的去做一個所謂的這些接觸。高雄市衛生局就選在個公布新嘅所在有14個點，另外其2個高鐵快速鐵調點。鹽場區嘅服務點，還有汽車旅館，有增加1間百貨公司，還有有名嘅麻辣服務點。第2波的公布這14家，我們是下午2點開始，到今天晚上12點，就請他們停止營業。
那我们就是要做相关的清消跟我们相关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监测。高雄市卫生局呼吁，去过嚟嘅蔬菜嘅民眾，為做好14年空間持久管理，聽從話在專員保護自家，未保護拍撒。記者陳浩報道。而家呢啲新聞都可能有看到嘅高雄市衛生局呢有公布嘅一道素材哦，包含呢一啲做氧氣，咪就係一啲做氧嘅菌工，咪就係一條阿邊個下身嘅素材，都係有動到構成阿邊個是幾個素材哦。然後呢包含仲係小工啊，還有男子做氧啊、磷啊一條素材，一條構成嘅阿邊個都有許多嘅發通。故作呢一下高雄市衛生局而家呢啲新聞都可能就有看到嘅，佢就有呢一條情節出現啊，就係講一條高雄市衛生就有派人去到嘅像係松田啊，一路百貨公司附近內外都係來做好小偷哦。再講威風一路疫情有可能會進一步擴散嘅風險。喺講呢其他因素其實未動降性哦。再講籌備嘅時間呢，一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其總共係宣布嘅，一路有關盤查後一下確診人數係來到嘅24人，嘅其中呢第28日確診案例當中有30人加到呢係啲屏東縣呢，故說呢加到前主要嘅發通範圍就係啲屏東幾片，韓國呢都係18個月要增加一啲，故說呢一下總共加起來總共有40人加到前主要發通範圍就係啲屏東幾片呢，故說呢雖然講一下呢一度確診分扎，一下呢都含喺啲醫院資料當中，唔過呢嘅屏東縣呢衛生局韓國有政府官員，一下呢未動嘅追查，一條呢對於下船過後到確診嘅期間，加到到底有許多呢發通，韓國呢有同呢兩人來接觸，一下呢一下喺相關嘅衛生單位同相關了解情形，韓國有相關嘅防治工作，韓國有小偷，一下呢屏東縣政府未動嘅進行哦。嚟看一下人嘅新聞報道。而家呢談講，一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停電，就係開始嘅研究來看一下現場情形，來了解近邊情形嘅疫情發展。好，我们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午安。好，那谢谢大家今天下午好的光临。那我们今天记者会还是由我们陈指挥官在亲自主持。那我们副指挥官陈副指挥官也同时也莅临在这记者会场。那在指挥官右手侧是我们专家咨询小组的召集人张尚存张教授。那今天同时一批出席的，在我左手侧是我们海军的副司令梅中将。然后在梅中将左侧的是我们国防部的发言人史少将，然后在我右手侧是我们社区防治组的庄文祥庄副组长兼发言人。现在就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一天来的工作的一个进展。好，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大家好，大家午安。好，那先跟大家报告我们新增了2个境外移入的个案。均是旅外就学，那都为20多岁的女性。那按421 1月16日赴加拿大就学，4月13日出现咳嗽有痰的症状，4月19日返国入境。因为上述症状由机场采验通报。按422 1月11日赴美就学，期间于1月14日到3月15日到西班牙。3月8日出现了呼吸困难、喉咙痛、腹痛等症状，并于美国当地就医。4月18日自美国返国入境时主动声明曾有不适的症状，由机场采验通报。这是2个从境外移入的个案。那总共到今天为止，我们国内累计了422例的确诊，那203例解除隔离。那当然，大家我也知道，大家都非常关心我们敦睦舰队的一个情况。那这2天我们积极的做相关的疫调，也发出了几次的一些相关的简讯。那当然，从他本人发过1次，然后他的一个接触者我们发过1次，然后最近1次我们发了大概21万相关他的一个足迹里面有曾经接触过的人。那也提出相关的一些警讯，那希望他们能够在自主健康管理上稍微注意，那有不适的时候跟我们来联系。那至于在整个的疫调里面我们有一些相关的情况可以跟大家先做报告。
好，各位媒体大家好哈。那有关这24位的确定病例，那都是磐石舰的人员哦。那男性有22名，女性2名，年龄的中位数是27岁哦。那其中有17名是海军的官兵，6名是政战学院的学生，另外有1名是这个海军官校的学生。那好，我慢一点。那这个我们有关这一次的发病日哦，它最早是发生在4月1号。那主要最多的发病日的是在4月11号到14号有8人，那4月15号到18号有7人哦，那4月19号有1人哦，那其中还有无症状的有7位哦，就是我们根据疫调的结果来这个做修正哦。那再说明一下里面的一个症状的部分，最多的是咳嗽的症状，有9人哦，占53%哦，所以就是只是7位有症状的人了哈，里面有9位是有咳嗽哦，那另外有嗅觉异常的是有9位哦，那再来是喉咙痛跟味觉异常都各有7位哦。发烧占3位，头痛也是3位，哦，那腹泻3位，流鼻水2位，全身倦怠1位，哦，那这大概是所有的一个症状的分布。那另外我们也去了解他下船之后的一个健保就医的情形。那目前知道24名里面有6名在4月15号到17号之间，有去就医。那就医的诊断大概都是所谓的过敏性鼻炎，然后嗅觉丧失、喉咙痛、上呼吸道感染或是这些症状啊。那至于所以我们针对这整个疫情的一个研判的部分，就是根据目前的这个整个个案的发病的时间来做研判。那本次群聚的事件已经进入了次波感染啊。那后续当然是会有处于这个潜伏期的个案会陆续发病，所以我目前这所有的官兵都在集中检疫所或是在医院里面在做观察。那尤其是前波疫情个案可能是无症状或轻微症状的个案，那因为船舰的空间狭小，那人员密切接触的传播，所以对可能的感染源目前也还在做后续的调查厘清。以上报告。好，那我们相关的一些学业的检查，是不是请张教授哈？好，我们除了刚才庄副所提到的这些疫情调查的资讯以外，那我们在很快的时间，我们也掌握在船上曾经有几位有就医的记录，那这里面有几位我们比较关切的，在昨天一早我们就已经对其中的5位采取抽血送抗体检验。那这5位检查的结果在昨天傍晚我们也已经有初步的一些结果。那5位里面有3位检测出身体已经是有出现抗体的状况。那他们虽然在前天晚上的 PCR 的检测结果是阴性的，不过已经体内也有产生抗体，那代表着说已经有出现先前有感染的一些状况了哈。那这个当然对我们疫调也是很有帮忙的。那这个检验的抗体检验也是一样，不止在一个实验室检查哈，那在3个实验室分别做检查，那也都得到一致的结果。那以上也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好，那我们非常谢谢张教授哈。那整个来讲，在目前哈，最重要大概是2件事情嘛哈，一个就往前面去，好，能够把这样一个感染的途径哈，到底这一波原来的哈，那到第1波到第2波，好，或者可能到第3波，整个的途径路径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为了配合这个，我们大概也会哈全体哈做这样的一个血液的检查。来厘清这样的一个感染的途径。那向后，我们现在更重要就是要积极的把疫调做好，把相关的接触者能够匡列出来。
所以我们也发布了警讯，那请大家一起来配合。那另外在疫调的时候，当然有很多的一个困难，好，不过我还是要讲哈，就是也要呼吁，就是特别就是接受疫调的一定要诚实以对了。好，只要是诚实以对，我们就认为是对防疫有功，那政府一定会保护好诚实以对的人。好，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哈，把我们这第2条的防线好把它守好来。好，那以上哈是在关于昨天这个杜牧舰队相关的一个情况，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报告。那口罩今天到最后一天要付款，还有36.6万人哈没有付款。然后接下来这个礼拜4开始哈，就礼拜3开始会做下一波，那可能会实施我们的口罩实名制的3.0。好，那详细的这些3点的情况，我们会跟大家确实一步一步怎么做，明天跟大家做报告。好，那我们今天就报告到这里哈，那有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那个自由时报提问，就是想请问，因为今天上午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在立法院的时候，他有回应媒体说，舰队出访前有经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评估。可是昨天指挥中心这边说法是，就是在回程的时候才有接获询问入港的规定，所以想请问这部分可不可以再厘清一下，就是当初出访的决定，它的决定过程是什么？然后第2个问题是，就是舰队它在停靠左营港口的时候，它15日宣布可以下船后，有其他舰队的士兵官，他们有说他们有登上这个敦睦舰队的军舰，然后想请问疫调的部分有涵盖这些士兵官吗？因为有人员反映说，他明明有上军舰，跟军舰上的人聊天聊了很久，然后有回报上级，但是没有得到一些要做什么的指示，例如自主健康管理等等，所以想请问这部分的做法是？对，其他的军舰。谢谢。海军副司令梅家树针对媒体所提出的2个问题啊，在此做一个简要的说明。我们在昨天记者会的时候，其实媒体在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在强调，就是我们的任务的出航的是否起航的评估，其实当时我们是并没有跟指挥中心或是 CTC 这边有去做这方面的一个评估的工作。但是我们在出航一定会参考所公布的国际的一个疫情状况这个是我们在昨天也已经说明过的那我们在回程的时候就有评估也请教就是我们返航之后要配合整体的一个我们的防疫的需求我们的相关的一个检疫的做法大概是这样子的，其实跟昨天我们在记者会的说法是一致。第2点就是，我们在把我们的官兵因为这2天的一些媒体朋友很关切再加上足迹近期也有一些的显示所以我把当时在我们完成靠泊之后的重要的节点在此说明，在13号晚上。13号晚上，其实我们的3条船就完成30天，从帛琉出发之后30天的一个日期，这个已经符合我们当时一个返港之后的一个检疫的条件，所以在14号早上，我们也由支队部下达，统一的做梯口的搭设，梯口是最主要是我们一个船舶跟码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舷梯。我们在返港之后，这个舷梯都是不准架设的。那架设完毕之后，我们也实施人员的梯口管制。在早上的7点半，我们检派了联检小组登舰实施相关的检疫工作。登舰的前也是实行相关的一个检查相关的那个防疫的措施。
约在8点半的时候，所有那个检疫小组完成他的检疫的工作，这里面包括实体的体温的量测、病史的一个询问，还有他的疫病资料的一个询问，最后在约8点半的时候解除，完成这个检疫之后，在8点半解除人员的一个上下船的一个管制，所以从大概是在14号，所以说14号之后，这相关的人员登舰、离舰，或者是其他单位的相关的这个是否有其他单位登舰，我们现在也全面的针对我们774位我们的敦睦远航支队的同仁，实施一个逐机的调查，希望能够再把有接触的人员能够完整的把它给调查出来。我们之前也有这方面的名单，其实一开始我们就开始已经在建立了。我们会更详细逐次逐笔的把这个资料查证出来之后，提供我们的疫调单位，我们也会直接的要求我们同仁开始实施相关的区隔管理或者是自主管理。我在此说明，谢谢。如果是同这个3个船的里面的人如果有上去，那当然这些人当然就增加了一些风险。那不过都在我们的这个集中的隔音里面，那我们比较有这样的一个充裕的时间，把整体的这样互相的交互的关系把它弄清楚。但现在重要是说，那700多人以外的接触者，那是我们是要高度注意的。部长好，信传媒提问，这边有2个问题想请教。第一个，这次的那个敦睦船舰，其实空间相对就是潜水艇就是比较宽敞，但也被感染了。那想请问指挥中心是否有考虑其他的潜舰，像是可能潜水艇，就是也开始进行军舰相关的规范以及防疫的措施？那第二题，这次的敦睦舰出航的任务，那指挥中心这边是否知情，有全程掌握状况吗？那另外也想请教指挥中心，规定所有境外返国者都要居家检疫14天，那为什么敦睦舰就是有一个例外这样子？谢谢。好，那大家从头再讲起整个对于船舶的管制我们大概那时候是国际2月6号宣布国际的应该说游艇都不准靠泊，所以有2月8号我们到保平星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就是说是相关的我们的船如果出去，如果它有停靠在国外的码头或者在海上有互相的一个接触，那回来就要14天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在船上的一个检疫期。那但是呢，如果已经是离开都没有靠近港澳、靠近船有30天，那我们就免除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已经有2个的潜伏期，所以是在没有任何的接触的情况，那30天那就可以免除。如果没有30天，那就要14天的一个在船上的检疫期，这样子，应该是很清楚才对嘛那所以在敦睦舰里面，他们就是来了以后，他们到了高雄的时候，事实上他30天还没有满，所以他就停在那里，等到30天满，才解除。那对于在潜艇或什么地方至于在整个我们在跟国防部来做相关的一些检讨，那国防部相关的 SOP 都很清楚。但是在执行相关的 SOP， 因为 SOP 定的，在我们疫情指挥中心这边认为是有一点太严厉，所以在这样的执行上面就反而会窒碍难行。那怎么样让这样的 SOP 能够更合理化、更可行性更高，确实达到防疫的目的？那可能我们这边要跟国防部来持续来检讨。那现在相关的检讨已经在进行中。
工商时报提问，就是新北今天有就是用3套剧本来做兵推，那因为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有说，如果台北市有发生大规模的社区感染的话，是要连中央一起讨论这个内容脚本。那如果我们基于这个北台湾生活圈的概念的话，指挥中心有考虑什么时候跟北基桃4个市府一起讨论，如果疫情升级时候的应对还有管制措施吗？谢谢。我们在应该上个礼拜嘛哈，上个礼拜把我们的3阶段的一个准备基本的方案，好，我们已经交给各个主管单位、中央主管单位，然后各个中央主管单位已经列出相关的配套，然后现在我们把这配套收集完整，好整理过，要交给地方政府，然后地方政府再来就内部这样的可行性做讨论，然后讨论完以后，这个礼拜4还是这个礼拜5。我们跟地方的沟通联系的汇报，我们会提出来做讨论。好，先把这样的一个书面作业指引，好，先把它完整化来，好，然后再考虑进一步需要相关的作为。好，那刚刚有问到，就是说是我们有没有全程掌握这个传播之间？没有，我们没有掌握。好，那基本上是根据我们相关的指引去遂行军方各项的作为。好，事实上，在整体来讲，对，我们在军方跟我们疫情指挥中心大概是2个方向嘛，军方不可能因为任何的情形让他的一个战备、战情或是战训停止嘛，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一条防线，所以这些都一定要做。但在做这些事情的当中，怎么样能够维持一个相关的感染控制跟疫情的通报？好，那这是要配合我们的 SOP， 好，大致上双方的分工是这样子。那现在我们是看到，就是说军方的 SOP 是够的，但是我们现在检讨起来，觉得 SOP 呢会就是那个弹性不足，所以它通报上面会有很多字案难行，反而下情难以上达。所以我们现在来跟军方来讨论，说怎么样符合这样的一个感控的一个原则，然后让它执行的可行性能够变高。这边是东森新闻，想要问一下，刚刚军方这边也说，在14号的时候梯子就已经放下来了。那在今天其实有蛮多消息出来说，像有人在14号的时候就已经到超商买东西，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有人就已经先下船吗？那再来是，像现在也有传出说，在15号的时候，有一位同仁他一回到家里1个小时之后就被召回来，那这几天我们知道是17号的时候我们才通报，难道15号的时候我们军方这边就其实已经怀疑有一些个案出现了吗？可以请军方可以比较透明公开跟我们说明一下吗？海军在此针对这个提问，我们提出说明。14号我们在当日完成相关的这些的当日的行程之后，我们确实有实施相关的人员放假，这些是以非轮值的人员实施当日的放假班。那有关刚才所提出来的是否有人员被召回，我必须强调，我们在这个期间，在17号之后，我们为了配合疫情，才有正式的把人员去做召回，因应疫情而召回。那其余他是否是因为他个人当日的放假然后返件，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能够提供我们更明确的资讯的话，我们能够更精准的去回答这个问题。好，谢谢。你好，大义电视想要提问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请教张教授，请问目前这个初步的抗体结果是否可以借此推估有官兵可能在上船前就已经被感染了吗？那么社区会不会有相对的风险？第二个问题是，联检小组当时在14号有1小时的登船时间，请教当时的防护设备，因为毕竟是有医院的相关人员，那么后续会不会列入隔离检疫？谢谢。好，我们做这5位舰上官兵的采检验抗体，基本上是因为他们在舰上有就医的记录，
这就医记录其实我们还在整理当中，应该会有更多的人有在健上的医务室，就医目前知道的应该是这样子哈。那不过这5位是至少他有曾经出现过轻微的发烧这样的现象，那我们就优先先做采检哈。那以他的发烧的在健上出现发烧的时间点来看。其实是落在3月21号到26号之间，那所以这个没办法一定说是怎么样。如果搭配着这个症状的话，单单抗体本身我没办法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抗体的了哈。那我们只是在昨天的抽血当中知道有抗体，那再搭配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记录的话，所以如果以那个时间点当做它的发病日，那其实应该不是说上传前就已经有感染哈。那我们还是认定它可能是在船上的这一段时间开始发病，然后回到台湾到昨天为止。已经PCR 验不出来了，可是身体里面存在有抗体。好，因为这个人数是很多哈，其实里面可能有各种变化，那可能在这里面有轻微的症状或什么哈，那可能都需要进一步的再去了解。那所以我们才会做比较完整的全件2个3个件我们都会做血清的检查，好，也是让这样的一个轮廓能够更清楚。但初步我们当然针对几个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先去理清，但是整个图像要清楚，那我认为全部的抽血的检查出来之后，会让这样的一个脉络能够更清楚一些。那至于我想登舰检查相关的军医人员，应该是有做相关的防护，那我们会再去跟这个相关的军医的单位去做相关的理清。你好，指挥官好，这是忠实提问，想要问一下说，就是军医局今天有证实这个磐石舰的官兵曾经求诊71次，那期间有5个人发烧，而且都是到达帛琉的前后。那但是国防部昨天却只有说有官兵有头痛的症状，那这部分为什么2天会说辞会有点不一样？那这边可不可以请国防部做一下说明？那还有一点就是想要问一下说，有关那个舰队的官兵这些确诊者的足迹要不要公布？指挥中心昨天是说要给地方决定，但是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有说，中央是不是要给一些 SOP， 比如说公布的项目内容还有哪些不能公布？那但是因为指挥中心没有提供 SOP， 让各地方政府都没有办法，就是各自为政，没有办法达到每一个案例都有公布的状况。这边是不是未来都要统一公布，还是说要提供地方 SOP 这样？好，各位媒体大家好，我是国防部发言人史顺文。那针对我昨天在这边呢有特别提到有关于几个个案就是第一批所披露的396、397、398的一个状况那但是他们的状况我都是陈述当时在这个船上他们就医的是否就医跟症状的一个情形。那么现在在昨天完整的披露了整个受到感染的状况之后，我想国防部也非常重视我们也已经成立了这个专案的小组，由军政副部长来担任小组长，也那边的总督察长是军医局以及政战局等等单位，还有海军司令部。那么我们全力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他们的专业的一个指导我们了解一下在整个执行过程当中是不是都周延完整，有没有疏漏的地方。所以跟这个现在目前他们所披露的这些东西是没有相干性的这些症状包含了很多都是大大小小的问题。我想这是属于非常专业的医疗这个部分我在这边特别也提出做一个说明。刚才我提到的说，我们做这5位是有发烧症状，他
不是在396到这个420之间的个案，它是不再列在这里面，因为他们 PCR 检测是阴性的哈，所以这个5位我们抽血做抗体检测的这5位，他确实是有发烧的就诊的记录哈。那所以这个跟所谓396特别讲头痛这件事是两回事啊，不要混在一起。那至于在整个疫调情况，也跟大家先了解一下哈，我们这疫调的一个启动哈。那当然它有相关我们的一个采检的情况。那采检的确诊之后哈，那是由我们的整个一个疾管局的一个分区的疾管的专家防疫医师们，然后率领我们地方卫生局的同仁去展开这样的一个个别的这样的询问。那另外一方面也会有警政的系统这边展开一个警政的协询，然后根据这2个资料的一个核对，能够让整个的影像比较清楚。所以第一个在地方政府其实跟我们应该比我们更早能够掌握相关这些细部的资料。那中央我们当然会在这整体的一个警政协询或资料的一个就是一个核对。来发布这样的一个足迹，所以在足迹上面发布，我之前也讲过就是大的停留时间久的地方，我们中央会把它一并的公布。那下午我们等一下就会把它公布出来。那至于其他的足迹，我们都会交给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对相关的地方的了解，哪个地方要消毒或哪一些地方它要公告周知，对那个情况他们是更清楚的。好，所以大概我们昨天设下来的分工就是这样子。部长想请问一下，刚刚您有特别说国防部他们的原本就有 SOP 过硬导致下情无法上达，这一句话就非常吊诡了，就是说下情无法上达是意味着平时有状况不敢往上传吗？或者是中间有什么人把这个相关的事机给挡住吗？那这样子就不止海军了，那3军都有可能有类似的状况。那能不能具体的说，我们跟国防部讨论了 SOP 的比较，他们有什么做法是下情无法上达的举动？再来是说军方他们这一次因 SOP 原本的那个处置是怎么样让一般的军医能够通报，他们的通报到底流畅度是怎么样？他们敢不敢通报？有没有不敢通报的情况，来让下情无法上达？对，那整体我们检讨过后的报告会跟各位来做陈述了哈。那我不知道大家当兵的时间多久，我虽然不是职业军人了哈，我也当过兵。好，我们那时候当狱官，在训练的时候，我们的连长非常的凶，他说大家不要在晚上要睡觉前到福利社不要乱买东西乱吃了，如果吃坏肚子的话我们就全年要关禁闭，不是关禁闭就礼拜天的休假，我们就要我们那一排或那一班就连带的要进修。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吃坏肚子，没有人敢讲啊，因为讲了以后，你这整班或整排整连就可能就不能够休假。好，那你这样在我以后在这个班里面就很难存活了哈，所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所以有一些管理可以很严格的这样来定，可是军队本来就这样，一个口令一个命令一个口令就一个动作嘛。好啊，可是在这里面我们发觉在跟疫情在对抗的时候，这可能就要有一些比较柔性弹性的做法，才能够让这状况能够真的被展露出来了。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经验。我相信以前我们那时候当然很久了，因为我比较老，因为那时候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候管得很严，所以大家有什么事情你说要叫我们去报告，没有人敢会去报了。那我现在情况当然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合理化多了，可是在对抗疫情这一块，我觉得就稍微有一点硬了一点。你好，报道者提问。第一个想要请教说，因为之前帛琉都是零确诊，那现在这部分会由星光医院支援检测，那双方的疫调有没有相互串联跟告知的机制？
那第二个想要请教一下，说目前指挥中心将疫调的重点的方向是什么？就是既然目前已经认为说船上已经不只有一波感染了，那我们再找出0号病例就是感染源的意义是什么？那再来也想请教说血清检测的部分，就是想请教刚刚张教授有提到说我们有3个实验室这一次在做，那之前提到说台大还有中研院还有另外一个是哪个部分？那目前这个工具它已经是通过核可的正式的产品嘛？就是然后再加上未来如果我们再遇到这样的情绪状况，血清检测会纳为疫调的主要工具之一吗？谢谢。好，最后这个问题我先说明一下，这个除了中研院、台大以外，那现在昆阳实验室就是 CDC 自己的实验室也已经可以做这个血清抗体的检测哈，所以是这3个实验室在进行的哈。那昆阳实验室里面有用是已经上市的套组来做检测是没有错的哈。那中研院跟台大所做的并不是上市的套组在做的哈，就是先前已经也跟大家做过报告的哈，就是我们是直接用病毒的萃取物那当做抗原，那中研院是用这个合成的一个抗原蛋白来做这个侦测的抗原来侦测我们是不是有抗体哈。那这个当然是不是已经完整经过所有的验证程序，所以我们才需要多家实验室交叉比对哈，那确定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那这个结果当然就才是我们当作是可以完全可信的一个结果哈。那目前做法当然还是这样，那当然就像刚才所说的，已经有上市的一些套组也可以帮忙我们做所谓大规模的筛检哈。那即使还没上市的这些套组哈，也是可以帮忙我们在做比较大规模的筛检。到时候我们还会是做交叉比对的方式来做确认到底结果的精准度是如何。那也是这样哈，就是疫调它也还是说能够及时的匡列嘛哈，那及时的检验，甚或及时的治疗。那往前哈发掘这感染源，好，我们当然是刚刚讲过，在往前我们希望能够厘清相关的感染的途径，哈，它这样一波一波是怎么走的。那另外一个，我们台湾因为我们相对的病例比较少，哈，社区感染比较少，所以一直我们大家对就是说没有症状的，哈，相对的一个它的影响到底怎么样？那刚好在军舰这里面有一个群聚，那运用这样的一个多方的检验检查跟疫调，希望能够了解这几波的传染的进行的途径，那还有没有症状的感染者，好，在这社区里面所造成的一个影响，让我们以后在拟定好相关的社区的计划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部长您好，民事提问，请问请问国防部外界指称有包商上传，这是到底有还是没有？还是指的是4月14号早上8点上传的左营的医院的检疫人员？那第二题想请教，政战学院停课2周，被管院的学生抗议，为何不是全校停课？质疑他们用餐出入都是在同一个地方，都会接触到，而且教育部有规定，2学生确诊就会全校停课。那政战学院2个人确诊啊，学校接触者也传出就地隔离，是有这样的状况吗？那这隔离的地点是不是可以透露的？那请问一下，是不是可以公开呢？谢谢。海军司令部说明，就是近期在媒体上面也有报道说有包商登舰这样子的类似的报道。那我在此要跟各位呼吁，其实如果我们确实在刚才我个人所述的，在14号的早上联检结束之后，我们才解除人员的管制。而且这个是我们确实有落实执行的，在这个之间绝对没有任何人员到船上来但这个除了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状况下当然我还是要跟各位补充我们看到网络上也有说我们是否有这些的所谓的临港到船上，我在此跟各位报告是有。而且临港也做了居家的那个自主管理了，
我们都已经把这些措施都做完整了。那有关包商到船上来，如果说能够提供我们更精准的人、事、时、地，我相信对我们的整个的疫调工作应该是能够更有注意。我希望说能够提供我们也希望了解更清楚的一些资讯。谢谢。长官好，您。好，我来回答一下政战学院的问题啊。政战学院的确诊这个案例啊，经过学校去调查，它都是在生活区的位置，然后也在昨天的时候啊，经过国防大学的回报啊，他们也请了这个疾管署跟台北市的卫生局的专员也到学校去做了一个意检。有经过评估，这个交叉感染的风险是比较低的。另外，我们昨天也发布了这个到政战学院去消毒的一个画面，所以昨天呢也透过昨天上午啊，也请这个三山化兵群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消毒。我想学校这边都已经经过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评估，在这边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长官好，我是年代一电视提问。然后想请问一下，指挥中心的会议，国防部有没有派员来参加过？然后另外是曾经有就诊进入的5个官兵，他发烧的确切的时间，那抽血后出现抗体反应的3位，他们都有列入确诊者吗？就诊日是什么时候？那另外想要请问军方，就是说在爆发群聚感染之后，18号的周六那天紧急召回官兵，那却选在一中商圈里面的台中一中校门前集合，那而且是没有在知会校方的情况之下，那这样的集合方式会不会有些不妥？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吗？谢谢。国防部在指挥中心都有国防部有进驻，国防部有人员进驻，可以做相关的联系。那至于在选择我们集合的点，因为那天是礼拜天了但我想相关的结合点当然是有军方的一定的考虑那我相信如果是在上课的时候，那个点当然是比较不是那么适合跟学生在一起。那所以这个在上面也是列入我们未来要检讨怎么结合点，这样避免一些相关的群聚。那我们会跟国防部来讨论。那个时间点的部分，是刚才说3月21到26之间是3个阳性的个案，分别是3月21、23跟26号。那另外还有一位4月1号的那个抗体是检验是阴性的最早的一位是3月6号，抗体检测也是阴性的。不好意思，大一电视2次提问，想请教这5位验抗体阴性的官兵，他们都是在磐石舰上吗？谢谢。3位阳性，2位阴性，都是在磐石舰上。大家好，自由时报提问，想要请教一下，说我们这次的那个检验啊，700多人的检验，是不是有含那个军医？毕竟军医是接触就是这些确诊者可能相对比较多的人。那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早上已经发出了20几万通的简讯了嘛？那如果说，所以未来啊，对于说民众可能有出现相关的症状，然后去过相关的地点，我们是不是就会扩大采检，还是有什么样的机制？谢谢。我们就会提醒大家，那如果需要就跟当地的卫生单位或是1922联络。那联络之后，我们大家做相当的评估，多少这个有可能都需要采，大家采的可能性都相对高，所以它相关的一个症状情况，实在专业看起来实在是差很多。否则基本上都会没有办法排除，我们都会列入我们采检的一个对象。
TVBS 提问：有民众反映说收到这个细胞简讯，上面没有地点也没有时间。另外就是有人他停留超过有人没有停留超过15分钟，可是他也收到细胞简讯。我们想要问说这个细胞简讯的依据是怎么样？然后它是不是广发的？那另外就是说这样子的细胞简讯会不会涉及到个资？还有就是说有些地方政府啊，他们现在已经有公布确诊者他们的高铁的座位，那我们指挥中心这边会不会跟进公布？谢谢。我们这个不是细胞简讯哈，这次是就他的足迹，那周遭他接触超过15分钟以上的时间，那我们收集下来之后，是用简讯的方式来告知。那这一块我们只是将这个可能有在这段时间的电话号码有在这附近的，我们把它收集，并没有涉及到各自的部分。那主要是要提供民众知道说，你可能在这段时间可能有跟确诊者有过一个接触的时间，那提醒他们一定要自主健康管理，所以地点不会在这个简讯里面去呈现。但是主要还是要提醒民众说，你要在这段时间做好落实14天的自主健康管理。那有症状的时候，务必要跟地方县市的卫生局或是1922来做联系，主要目的在这边。这份其实匡列的范围很大，并不是说1对1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只是说有样子一个可能性，我们提醒他这段时间稍微注意，所以请民众接到这样的一个简讯也不用恐慌了。那其实如果没有接到这样的一个简讯的人其实你都离我们确诊的患者都很远了。不好意思，客家电视提问，针对就是有民众直击说检疫当天官兵搭的是一般的计程车或是大众运输，那请问有没有实际掌握这样的情形？谢谢。有，这在我们在疫调里面都会有问，我们大概每一次相关的有确诊的他交通工具我们都会尽量去掌握他相关的一个司机有没有做好他的一个防护跟事前事后的消毒。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是列入健康关怀或自主健康管理。当然，如果有很密切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看疫调，把那个程度的来定。不过这些我们都是我们在疫调里面必须要做的事情。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是不是限最后几位？好吧。你好，焦点事件。前天的时候，我有询问过说，如果在任务期间发生症状的话，军方上层事前的规划的作为会如何？那当时梅家树副司令是表示说，就是返航停止任务。那刚刚张教授说，目前检验抗体的5人是在3月21到26日间，也就是离开帛琉6天到11天之间的时候，就有传医就诊的发烧记录。那请问司令部有收到相关的讯息吗？以上，谢谢。在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回报的资讯上面针对刚才张教授所提到的，是否说有人员有这种所谓的疑似染疫的讯息，我们是没有收到。你好，联合报提问。首先想请教，就是有学者建议，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检验到一些无症状者，那我们目前无症状者有投药吗？因为我们是不是很希望能够了解哪一些抗病毒药物可以清除效率比较好？那针对无症状者，我们有没有要考虑投药来了解这个部分？那再来的话，就是针对刚刚指挥中心说我们请地方政府来自行公布一些相关足迹的部分。那因为昨天有相当多的讯息，其实公布到相当隐私，就是可能确诊者他是跟特定人然后进行一些活动是可以掌握的，但是还是被公布出来。那这个部分似乎不太符合指挥中心之前曾经有公布过说，如果确诊者是可掌握的接触者，我们不会公布他的足迹。那对于就是过去的确诊者，我们也没有这样公布。那对于这些我们国军弟兄，他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太过于严格对待了，就是暴露太多他们的隐私。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指挥中心这边会加强来指导，就是说地方在公布这些讯息的时候是要有一个一致的原则，而不是那些可以掌握的也要公布？谢谢。好，我想非常谢谢你的指正所以我们以前在这一次里面，我们大概是因为范围太大，
我们就是那时候是担忧我们没有办法在疫调上面没有办法一一的去掌握，所以我们才采取一个原则，在我们认为可以公布那种大的范围、长的时间，我们来公布。那至于比较小的范围或比较特定的区域，那就交由地方政府来做一个研判。好，那当然经过这一次的经验，那也很好。我们大家这样几个公布的情况，对个人的隐私跟相关的一个疫调的必要性，我们可以做一个检讨。那我相信经过这样的检讨，我们的作为能够更精进。好，那最后一位药物的部分补充一下哈，药物的部分我们目前除了进到临床试验的个案以外，那当然不会是包括这个无症状的状况。那其他的我们就只有奎宁类的药物，目前在国内在被尝试的使用当中。那不过都是还是依据临床医师的判定，认为需要用他们就会用，认为不需要用就没有用。长官好，中天提问，想请教一下，因为国防部那时候说敦睦舰队有3万片口罩，可是当时国军每天只有17000片的口罩，想请教一下，就是中间这个有相差的量的话，是为什么会有相差的量？另外的话，想要请问说，那这3名就是阴性但是有抗体的军官，我们可以说是他是确诊者，可以说他染疫吗？然后还有想要请教说，因为很多官兵他们回去都有跟女友就是相聚，那想请教一下说有掌握说有几例就是都有跟女友这样一起去其他地方的吗？然后女友这样子亲密接触者有没有加入，就是有没有列入要采检的对象？还有国际上有说就是有军舰上面都有用文醋的方式去测验说，就是官兵他们的嗅觉有没有异常？我们有这样子测试吗？另外请教，像是负压病房有5个发烧，一开始是有隔离还是没有隔离呢？最后想请教国防部说，为什么一开始是说15号下船，但是现在是说14号就可以放假？谢谢。好，谢谢这位媒体朋友的提问。我就国防部的部分来做一个说明哦。有关于这一次敦睦舰队。它的行程哦，在出发之前呢，就已经考虑到它的防疫跟战备的需要，所以在出发的时候，我们是提供了口罩是34550片，还有600套的防护衣，另外还有酒精、消毒药水，一共有8类的物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敦睦舰队执行任务之间，可以完整的做好防疫部署跟战备的需求。那么，在口罩的部分哦，在需求拨补的部分，因为疫情的刚开始的时候，国内口罩的供给量是很有限的，在供体时间以及有限货拨的资源之下，我们是优先提供给我们之前所说明的4类的人员，包含了执勤卫哨，包含了医护人员，包含了新兵，包含了在密闭空间执勤的人员，这4类的人员来优先使用。那么后续行政院相关单位各位长官也非常关切国军在防疫的需求跟战备的需要，所以特别在4月9号的时候，已经召开了第1次的会议，召集了国防部以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等等各个部门来研讨。那会中就已经初步的决议，这个满足这4类人员，也就是我们第一批所增加的47500片的口罩，以及原本规划在一般的勤务的人员啊，他们能够在2个礼拜能够获拨10片。那么这个在后续因为有关于需要有一些注记的部分需要再处理，所以在4月17号的时候又举行了第2次的会议。那会议当中排除了所有的困难，而且也考量到国军确实的需要。所以在那次的会议之后，决定了从那时候开始呢，就决定开始让国军官兵每天每个人都有1片的口罩。这个口罩拨补的一个状况，我在这边再次的再做一个解释跟说明。那第2个，我想再补充一下，我们刚刚有媒体朋友特别问到，我们在到这个运输到这个集中检疫点的这个运输过程。我们在17号的晚上，大概到11点多的时候，我们得到了这个讯息，就已经启动了联合运输，而且我们这要求就是它
不可以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它必须由亲友来协助来这个载送到这几个的集中点，然后由我们用这个大巴士的方式集中运输到各个这个检疫点。那这个运输的方式呢，我也在这边特别跟各位做一个解释跟说明。那个问题已经问完了啦哈。那刚才他最后一个是因为他上次也最后一个没有让他问，所以集中在一起。那最后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来拜托，也要呼吁一下哈。那我们从那个集中检疫所相关的官兵的一个反应哈，就有人会假借说是我们的疫调人员，那拨打电话去做相关的询问。那我相信社会上有一些可能是比较好奇心或者怎么样，这我不知道。好，但是我要提醒哈，那冒充我们的疫调人员是有刑责的。好，那根据哈，就第一个哈，我们的刑法第158条第1项，冒充公务员而行使其职权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哈他有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损害他人之利益，而违法收集个人资料，会触犯同法之41条，这会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哈，并科100万以下的罚金。那还有这个相关也要负民事的赔偿的责任，所以要呼吁社会大众哈，对这样子也不要有过度的好奇，也因为好奇而触法。好，这我们特别要提出一些相关的警告。好，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好，亚内中央旅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就已经结束的针对因近比关于前线的疫情风险，亚内指挥中心就宣布的因近比总共新增加2个确诊个案，嘅分别呢都係對境外採落來嘅，近比呢台灣並冇增加一個本土感染個案哦。佢哋亞擺呢對境外採落來嘅一個確診個案當中呢，分別係按西邦21同西邦22，嘅家條呢體體呢都係20歲嘅西亞模樣。家條呢都有對美國、韓國有啲加拿大特殊嘅相關嘅經驗，嘅家條分別係對4月17。差不多4月18到4月19轉到台灣，韓國有先前呢家條都有出現相關症頭嘅，而轉到台灣過後呢就動交本地機場嘅。嘅片呢就有來做採檢，韓國呢動教就啲檢比確診呢，故此呢到一下嚟自因國內總共累積嘅病例數，就已經來到嘅422例案度，嘅檢比新增加2例，韓國有總共有6例來死亡，嘅基礎隔離嘅人數一下已經來到嘅233人，嘅檢比呢睇下清楚嘅就係講一個盤沙間有可能會這個表示太規模嘅確診個案咯，也係看起來呢，其實就本同同人知道有卡風險地位認真檢比，一個盤沙間嘅相關嘅官兵並冇出現相關嘅感染個案。唔過呢，指揮中心佢主要講一下嘅健康採檢，發現呢啲情況一下總共有30人有驗出相關嘅抗體，就因為講日嘅可能先前係有車位到嘅，故所呢日嘅指揮中心就因為一啲情況可能已經表出第2層也係第3層嘅一啲相關嘅感染個案咯，因為係有人係無症頭嘅，也係講佢係國家一部嘅將有發片，故所呢前面呢將造成一啲情況呢有動到人感染事件，佢針對亞擺盤沙崗表出動到疫情嘅情形呢，佢指揮中心嘅指揮官陳時中佢就有講到，亞青重要呢就係有2件事情為老記做好，就體呢就係為來了解講亞條。確診個案呢，家條都係對內車位多嘅，韓國呢一下相關的疫情調查，未來繼續來做清楚來，希望呢一條確診的阿兵哥都能落實同大家講來減少一個疫情擴散的風險。也呢認真個人事嘅疫情調查同啲進行當中，故所呢就有名有來整理嘅一條確診的阿兵哥家條是去內容，也呢就了解一條確診的阿兵哥總共呢有許多舊嘅人士哦，嘅前輩呢分別係對基隆韓國有台北亞嘅人士，也呢大家發通青島所在呢，青主要呢都係啲高雄嘅片，也呢認真講相關的疫情調查還喺繼續追查當中。指揮中心呢每啲早晨嘅時間呢，又發出一個
细胞健身哦，提醒民众加深野步的游戏高，一条课程分扎游戏高所在，都提醒大家为自家来注意空间。不过呢，呼吁大家唔是太过紧张，唔是太过少，野步的自家来注意自家空间，按用住做得咧，假使身体有耐唔畅快，另外大家基本欣赏看咯。韩国呢对台湾对今年的标出疫情过后呢，有众多民众当日谈到一个疫情的消息都当紧张，咩唔知安用的来防疫。对一类武汉肺炎呢，其实没冇乜了解。故说呢，以下呢一类副总统陈建仁，故说呢，其以下媒体用路方作为相关的一条口场，会同大家来分享哦。这里看到呢，一类副总统陈建仁呢，其啲用路方作为相关的口场，其主讲呢，一类系全面的防疫的同时课，就系用较简单的方式，陪大家呢来了解一类有关疫情的相关信息。而喺啲一个温度下校嘅用路用站平台来提供线上嘅课程，为教大家相关嘅防疫知识。佢哋课程都好呢，除咗你看到呢，因政府先前呢对抗SARS嘅防疫经验，韩国呢，你叫嘅 DP 来解释，从喺疫情嘅相关嘅重要嘅名词，韩国有民众运用嘅来面对疫情。另外呢，啲面对疫情嘅时节，其实大家尽管先未讲，就讲接下来呢疫情可能会用嘅来发展。副总统陈建仁呢，佢系用一个公共卫生嘅专家同大家来分享，而媒体有假面书方同大家来分享相关嘅课程。嘅假使大家对疫情相关了解到很那层，就做嚟用一个线上课程来了解。嘅以上呢，就应比同大家整理嘅相关重点，都会提供9点9点半嘅时间。未想上主朋友继续来收听，客家新新闻嘅有关疫情嘅最新消息，随时同大家来总报。